这一球左半边方向蛮深远的位置，左岸手往后推，结果打到全打墙，弹了回来，黑豆打黑豆，这个时候站上了得点圈，Leo double。这个场在最重要的时刻里，缺少林美甲，对，又他打了，怎么这么厉害啊？面对前东家打得特别有心得，2-2，黑豆打黑豆。哇，真的是猛打赏啊！3-3，专打前东家。哇，这一球又安打，4-4，连续6个打席，通通都是 hit。哇塞，黑豆也太猛了吧！猛打赏以外，真的是100%耶，对，TP。而且开季6个打席全部都是安打，现在打击率还是完美的1啊！做了很好的示范呢，太厉害了。接下来只要修正接飞球问题就没有问题。哇，这么低，但还是捞起来哦。刚好越过了游击手的上空，超车单场第4支安打，其他的队友多开心呢！好，我们先掌声，谢谢各位支持观礼。来，跟他们希望我们会迎从新天，我们新的眼镜也关了。所以要是有问题，跟我们注意一下，有些话题。全能哥就帮的这样，他就要很专心的把球投出去，剩下不要想。反正如果大爆头的话，应该也很好笑。但是蛮准的。好险，好险。好，赛前有练很久。赛前我看拿着，赛前练了一下，就是很久没有丢了，因为以前高中很喜欢丢棒球，那时候刚好很多，比如王建民啊，他们那时候就在看，那时候也看李哲轩打球。那时候就会半夜起来，然后看棒球，然后白天那时候高3，然后可能功课压力很大，就会跟朋友说：“走，我们不要读书，我们去丢球。”这样，对，就那时候开始。所以接到富邦这个邀请进来的时候，开始怎么感觉？一开始就好啊，当然要啊，很嗨耶！我觉得这是一件，我觉得很荣幸的事情，可以获邀来开球，然后站在球场上，然后感受那个氛围，这样，因为你知道可以。不知道，可能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氛围吧，就是在你站在身边什么感觉这样。然后结果没想到随着日子迈进，我就越来越紧张。然后直到昨天我还就是失眠，就天哪，明天要投球了怎么办？好紧张哦。那我这2天也都不敢运动，因为我就怕那个身体那个可能肌肉啊为什么会变得不协调。那我刚赛前试投的时候，我后来开始大爆头，就是那个我不知道那个手腕僵硬到不行，然后乱撇乱撞，就真的是天哪！我待会我要怎么办？我真的觉得我世界要崩解这样，然后经纪人那边拿手机录，所以现在这样子跟颁奖典礼比，哪个比较紧张？我说现在，就是因为是你第一个春训嘛，对。然后不会觉得就是整个春训的量这样子，觉得很超吗？超归超，可是也是都是练自己的，对吧？对，还是要吃下，对吧？跑步的练习的量大概有多少？跑步的量，对，没办法怎么描述？可是就是每天都会跑，对，可是每天都会很累，可是说也会做恢复，让隔天的身体状况会比较好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
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，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辩风下，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辩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辩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